隆冬。海楼接人兵，月色迷蒙，月头问。一人人说风推石棍，哦咚咚的大鼓，有里人啊亲亲。家班屋，一楼花结嘴，他是脚步轻而已，人。他是一盏灯，一个神，黑影冲啊冲，跟随门。孤单单都是当小相伴，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，她口尖轻敲潼关叮当响，与那此酒下的马开门，是大儿呀，你身下寒冷，你大心人。姐姐呀，我是放心，不下林姑娘，所以特地前来分啊人。他们迎来一到这病榻里，只见他气息也不住身，一个儿家林妹妹，一个儿把表兄称，他是人也离开双鸾岭，是大狗啊狗啊，儿嫂嫂他待我不该因狗狗啊向我吃
生，并体难忘哈，请你关公司莫怪我薄命生。妹妹啊，想你一生谁是都为难，你何必要自己推开亲人？我劝你是113才都应实，我劝你们132天要虑神，我劝你养生先养心，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？我劝你姊妹的女你不能听，因为他们自家有是真。我劝你们早早爱惜母一生，可晓得你病终身，再不你谋完婚姻，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，更不要想起扬州这句乡门。但愿问你他病的事，是大狗啊狗，一女我既然心爱着，更伤人。为什么这有家他为我也在虑神？他的泪珠儿滚滚流不去，是退了下路尽是身非